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就當家精彩喎，擺第4位有超步速啦，內欄第5工程小子啊，中間第6咧就星神千歲慢慢上啲啦，咁啊考眼光啊全程外搭啊，後啲嘅馬幸運愉快啦，星之源咧響尾4啊，響外邊大數據後啲先係雪卡福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金風萬里仲係佔先啊，廚神響外邊，兩嘅馬中間當家精彩就穿插而上噶啦，外邊追仲係星神千歲啦，出邊呢就星之源啊，最後100厘米當家精彩就拋離群區啊！咁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㗎啦！幸運愉快沿住個中檔衝過嚟跑第2、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金風萬里，出邊星神千歲，最出仲係隻星之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當家精彩，當然就係贏咗個頭段啦，霸到一個內欄靚位，直路上面一衝上嚟就贏啦。跑第2名呢，咁啊就係轉咗啲配備喎，幸運愉快啊！第3名就比較近啲啦，外邊